豬鳩小怪事。我有 Woods 啊，係各位網友，我係 Wanko。係啊 Wanko，你今晚講啲咩啊？咁近排咧，日本就有單都幾觸目嘅新聞啦，就係個京都小朋友安達傑希嘅失蹤案。咁而家等我簡單交代下個案情啦。咁呢單案呢，就係發生喺上個月3月23日嘅。咁失蹤當日呢，安達傑希呢，就坐佢阿爸架車呢，就抵達佢小學校，距離150至200米咁遠嘅地方呢，就落車，然之後就自己行去學校嘅。咁但係呢，呢一段距離入邊呢，其實都有唔少嘅呢啲監控設施嘅，但係就冇錄到阿傑希呢有行過去學校嘅任何嘅影片。咁其實咧嗰日阿傑希係返學校去參加一個6年級嘅畢業典禮嘅。咁當日5、6年級都一齊會參加呢個畢業典禮，所以係1至4年班咧都唔需要返學嘅。咁喺8點半啊，佢哋嘅學校老師咧就發覺阿傑希係冇返到學嘅，但係因為咧佢哋請咗之後嗰日，即係3月24號嘅假，因為佢哋屋企咧就新婚去台灣旅行嘅預定，所以佢哋都通知咗學校。咁學校就以為咧佢哋可能因為要準備去旅行嘅事咧，所以佢嗰日就冇返到學嘅。咁而去到成11、2點咧，先至打電話翻去問阿傑希嘅媽咪咧，點解傑希今日冇翻學啊？咁樣先揭發咗呢件事。之後由阿傑希嘅媽媽咧就通知佢爸爸，然之後再報警嘅。咁之後嗰幾日咧都事件冇乜進展嘅。去到3月29日咧，就喺距離學校3公里學校嘅西北方向咧嘅山入邊咧，就揾到一個黃色嘅書包。咁被證實係阿傑希失蹤時候所用嘅書包嚟嘅。咁但係咧過去嗰幾日咧，警方都有喺呢個位置範圍入邊周圍搜索，但係都唔見呢一個咁嘅黃色書包。而且呢個黃色書包係由佢哋嘅家屬咧自發去搜索阿傑希嘅時候揾到嘅。咁喺4月12日咧就發現咗一隻阿傑希失蹤當日着過嘅黑色運動鞋。咁喺4月13日咧，距離學校正南方嘅2公里咧，就揾翻阿傑希嘅屍體嘅。咁喺阿傑希失蹤呢個過程入邊咧，佢嘅爸爸咧一直都係焦點嚟嘅，因為日本嘅網友咧就覺得佢哋父母咧喺阿傑希失蹤之後咧都表現得唔係咁喪子之痛嗰種咁自然嘅表露啊，就覺得佢哋好似隱瞞緊啲嘢啦。但係咧喺呢個期間咧，其實佢哋嘅親戚同埋阿傑希嘅爸爸媽媽咧都有自己係 print 一啲失蹤嘅單張啦，周圍派啦，去問人哋有冇見過我哋個仔啊咁樣嘅。咁呢單案當然個案情本身就係好曲折離奇啦，亦都有好多未解開嘅謎團啦。例如嗰個父親點解會涉案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今次想討論下就係喺網上發酵嗰啲謠言咧，其實嗰個過程都幾曲折離奇嘅喎。咁我哋而家今日咧出嚟嘅消息，官方嘅消息啊，就話被逮捕嘅係繼父啦，就叫做安達優貴，就37歲，日本國籍，係公司職員嚟嘅。咁但係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個過程當中都傳過好多關於呢個父親或者呢個繼父嘅身份。因為咧喺日本嘅警方係好保護受害者或者家屬啦，又或者係個涉案人士嘅家庭嘅背景啦，或者佢哋嚟住屋嘅位置啦，或者佢哋有啲咩屋企人啦，其實都係比較保密嘅，所以一路咧都冇人知道佢哋住邊度同埋佢哋父母係邊個嘅。咁或者我哋一齊去睇翻個時序先啦。咁其實個小朋友就喺3月23號咧就證實失咗蹤啦，因為屋企人報案啦。咁但係到3月29號咧先至揾到佢個黃色書包嘅。係。咁喺呢段期間咧，其實嗰個謠言就未開始嘅。咁但係到咗揾到黃色書包之後啦，咁可能大家即係啲民眾或者啲其他人都覺得係咪個小朋友兇多吉少咧？因為揾到佢啲物品，即係唔係小朋友自己走咗去嗰種失蹤咧？咁所以就開始就係醖釀一啲謠言啦。咁到咗4月嘅上旬啊，就喺網上邊咧就出現咗一啲
就出現咗有啲 post 啦，就話繼父咧係24歲嘅中國籍男子，咁就同個媽媽咧喺工廠認識嘅，仲有埋個名添，就叫做馮鵬。咁點解會咁樣呢？其實係基於喺4月上旬就8到10號左右啦，日本嘅週刊文春咧就做咗第一篇報導嘅。咁就係嘗試去講呢個小朋友嘅家庭背景啦。咁當時其實應該都未揾到小朋友嘅屍體嘅，因為係4月上旬。咁週刊文春就報導啊，母親咧就喺去年12月再婚啦，咁所以今年小朋友失蹤嘅時候都係結咗婚3個月左右嘅啫。咁啊同繼父兩人咧就喺叫做京都丹波工廠認識啦。咁原定就會喺24號咧就去台灣旅行嘅。咁同埋當日咧繼父就向公司請假啦，就話屋企有啲事。咁其實週刊文春日本嘅週刊文春咧就完全冇提過呢名繼父咧係中國籍啦，同埋有24歲呢個年齡背景嘅。係啦，咁喺邊一度走出嚟話佢係一個中國籍男子24歲咧？即係幾時佢？你聽你咁講就唔係個週刊啦，係有啲人自己作出嚟㗎，係咪咁啊？咁其實係喺週刊文春做咗呢篇報導之後咧，其實網上開始有啲人就有少少係誤傳咗文春嘅報導啦。咁其中就話4月11號就有一個喺日本嘅，我諗係 YouTuber 好出名嘅，叫做小川太平啦。咁直播就話文春就報導咗咧個繼父係中國人。咁到4月13到14號啦，就到台灣電視台咧，就台灣嘅民視啊，就引用咗嗰個網上傳聞啦，就話咧嗰位繼父係中國人，咁變咗呢個新聞就喺華語圈度放大啦。咁最後就係台灣嘅報導咧，就回流翻去日本，咁日本就更加多網友啊，或者係一啲比較右翼嘅網友啦，就喺網上度就話係中國籍，亦都有啲人就話可能係台灣籍咁樣啦。咁喺日本呢個社會咧，尤其是近年啦，比較偏右啦。其實咧好多時佢哋會覺得咧啲唔好嘅事咧，都會係啲外國人做嘅。例如喺某個垃圾收集站嘅附近咧有包垃圾，咁佢覺得應該唔會日本人去做呢啲嘢㗎，多數都係外國人啦。咁其實情況咧就類似我哋香港咧，你喺街度突然之間見到篤屎喎，你會覺得係邊個國家嘅人做咧？你心入邊都可能都有個答案啦。雖然人哋同你講喂係鬼佬做㗎，我諗你都唔係好信。同埋咧，我覺得呢類咁樣嘅話題啦，或者有呢類偏向嘅即係意見啊，就會喺網上成為一啲流量密碼咯。咁譬如日本嘅 YouTuber 或者日本好多嘅post 啊，若果係講關於外國人做咗啲咩衰嘢，咁都其實會幾容易俾個 algo 咧係推咗佢個流量上去咯。其實呢啲咧就係典型嘅都市傳說嘅來源嚟㗎啦，就係嚟一個 A 地方咧講下去咗 B 地方變成 B 地方嘅版本，去咗 C 地方，後來傳翻去 A 地方咧就形成都市傳說啦。同埋我諗而家會更加嚴重啊，因為以前嗰個傳輸都唔係咁快啊嘛。咁而家係即係你個 AI 做翻譯又做得快啦。咁以前可能你有日本報，即使係有網上嘅年代，咁香港有香港講，即係啲評論區唔係咁容易去將兩邊啲嘢傳嚟傳去啊嘛。有埋啲 app 啊，同埋咧，你每個人都一定有嘅 Facebook 又好 ，Friend 又好 ，Instagram 又好，甚至係 X 嘅，你點都中一飯嘅。呢啲嘢就好 viral 傳出去㗎啦會。但我覺得喺呢件事上邊咧，其實嗰個媒體啊，都係有啲奇怪咯。冇 fact check。係啦，咁文春講嗰啲嘢，其實就文春完全係冇講過嗰個繼父係中國人，日本任何一個主流媒體都冇講過嘅。係。咁但係台灣嗰啲電視台啦，咁就包括所謂民視啦、Yahoo 台灣啦，咁都引用咗一啲網上謠傳，就話嗰個繼父係中國人。係，即係傳下，連個媒體自己都信埋，雖然佢冇 fact check，但係佢唔執輸，你報我又報咁樣咯，可能。
但其實台灣嘅媒體唔會喺呢件事上面質疑，就係若果嗰個繼父係中國籍，其實佢唔係好方便去台灣旅行嘅喎。係啊，冇錯，呢一點係我當初我聽到嘅時候，咦？如果佢除咗入得籍嘅啫，如果唔係佢要去台灣都有啲困難喎。定係佢會覺得即係台灣籍都屬於中國籍呢？台灣嗰啲嘢，我唔知你喺邊度聽翻嚟啊。其實都有時覺得佢幾流幾嘩眾取寵嘅台灣傳媒。但係今次啲日本嘅網媒啦，我諗唔係 official 嘅傳媒啦，就反而引用翻佢哋唔知道，即係都某程度上會中伏嘅。可能符合咗佢哋嘅盼望咯。都可能係。可能佢都覺得哇咁衰嘅人。佢心目中希望唔係日本人啦，有人講喎，啱啊！連台灣人都講啦，連外國啲傳媒都咁講啦。所以有陣時咧，唔係話咩都信晒官方嘅，但係啲料未出到嚟嘅時候咧，你聽到呢啲咁嘅謠言啊，好流傳又好，你聽下算啦，都唔好咁認真啊，因為你睇下同事實爭好遠，又話佢24歲，有個係中國籍2個字嘅，咁其實發現原來係37歲嘅一個日本阿叔嚟㗎啦，已經係即係個 difference 係爭好遠嘅，所以大家咧其實呢件事做引子啦，其實對咩事我覺得都係擺一個客觀嘅心態喺度，唔好一開始就戴有色眼鏡去睇所有嘢咯。同埋而家係有 AI 嘅年代，要 fact check 都好易咯，就可以自己 fact check 下先至走去相信一啲唔知係真定假嘅事情嘅。AI 咧其實就係幫你快速去揾到資料嚟㗎，好以前嘅搜尋引擎有咗智慧搜尋引擎咁樣，但係咧其實佢嘅資料都係引用翻我哋報導過出嚟嘅資料嘅，所以咧大家如果要就咁用 AI 咧，最好咧其實咧例如啦Gemini 咁樣啦，其實佢有個 thinking 嘅功能嘅，即係下下唔好用一個快速回應嗰個功能，你用多啲呢啲要佢深度思考下嘅功能咧，其實有陣時佢會過濾咗啲幻覺啊，或者係啲流料出嚟㗎。係啊，咁同埋今次日本嘅主流媒體咧，其實就即係都係冇一個話佢係一個外國人啦。咁其實逢親有呢啲重大案件咧，若果嗰個疑犯啊或者嫌疑人咧係有所謂國籍異常咧，咁通常咧都會係講出嚟嘅。咁另外都講多句啦，其實雖然有好多日本嘅網媒去誤傳啦，但係亦都有好多日本網友咧後來走出嚟幫手澄清翻，話呢件事咧只係謠言嚟嘅啫。咁而家呢個視覺睇翻個案情咧，佢阿爸當日咧話佢用架車啦，車到去，因為其實咧日本通常咧都唔俾你咁近間學校嘅，咁你要放低個細路仔噶啦，所以佢平時去放低嗰個位咧，就係其他家長都會咁樣做嘅，就唔係佢特登離遠去放低個細路仔嘅。但係而家睇翻轉頭咧，分鐘阿傑希可能喺嗰一日咧就已經不在人世啊，而佢阿爸咧就照板煮碗做翻佢呢個不在場證據咁樣去放低個細路仔，然之後就嗰日仲話同公司請咗假嘅添，話有啲事咁樣。咁然之後嗰日中午先至發生咗報警嗰個事件啊嘛，所以睇翻咧，可能阿傑希根本就唔喺車嗰度嘅當時，咁當然所以亦都拍唔到佢落車行去學校嗰段影片啦。咁喺今日嘅下晝咧，我睇新聞咧，佢阿爸咧就已經以呢個非法處理屍體罪咧被拘留咗噶啦。咁嚟緊會唔會有啲更加驚爆嘅內情咧？咁我哋就密切注意嘅。咁啊 Rango， 我哋今集差唔多啦喎。係啊。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拜拜。